欢迎收听8月22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耶利米书32章1到44节。耶利米书32章1到44节。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如果你曾经有玩过时空胶囊，或者是这种未来要再回顾，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啊，然后那一封信在未来的时候你把它打开来看如果你有玩过这个游戏，你会发现一件事，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位耶利米正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果然天下当中没有新事，这么早以前就有人在做这个时空胶囊。而今天这段经文很特别，因为这个时空胶囊不是耶利米他自己一时兴起，而是上帝透过耶利米的行动来让人知道他对我们的应许即将应验。今天的经文说，上帝命令你把这2份地契，封好的和敞开的，都收藏在瓮子里，好长久保存。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说过，人要重新在这地方购置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这个经文发生在即将要被攻破的南国犹大，即将要失去自己的土地。特别耶利米他在先前不断的述说上帝要他说这南国犹大耶路撒冷一定会毁坏的消息，可是上帝却在这个时候要耶利米买下即将要被毁坏的土地。如果这位上帝他不是信实的，他怎么会这么做呢？应该说，如果这位上帝他不是掌权的，他怎么会让耶利米这样做呢？不就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因为他知道未来上帝自己说的话必要发生，而且是照着上帝的方式来发生。在今天透过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很好的提醒，上帝并没有忘记你写的时空胶囊。若是这在他的心意里面，或者这是他原来就应许你的，持续的祷告吧，寻求吧，努力行动吧，不要忘记你对上帝的初衷，不要忘记你当时回应上帝的行动、感动，甚至连那个念头他都记得。虽然现在看似在危险危难当中，可是上帝没有忘记，他把他跟你之间的约定，他把他对你的心意好像是一个时空胶囊一样，也透过今天的话语再次的提醒你，他没有忘记你，他记得你，并且他已经安排美好的未来在等待你。真的在耶利米那个时代，后来被掳归回的时候，可以重新买卖土地，签订地契，这些请人作证。我们看见上帝他是掌管历史的主，他也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愿意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吗？让他带领我们再一次经历，不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特别你现在就在那觉得不可能，我想要努力朝着正路而行，可是我前面的阻碍看起来不可能，那我们就要来抓紧，好好的期待这个时空胶囊。上帝的心意会
会发生的。我们愿意跟随，持续努力，他必要成全成就他的心意在你我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耶利米的行动，也在唤醒我们。主，你对我们的心意是良善，你对我们的生命是有计划和意义的。可是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被眼前的环境所蒙蔽，好像我们以为我们被限制住了，但是上帝你却用一个时空胶囊来唤醒我们。原来我们不是被限制住了，而是我们在被锻炼当中，我们在学习、练习、努力，朝向那个你所应许美好的未来当中。主，恳求主你在这个时候就加添我们力量，加添我们从你来的信心，也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候，主啊，不背弃自己跟你立的约，对你的认识，让我们就在信实的上帝里面持续活出有信心的生活。谢谢你用这段话来鼓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邀请你给我们5星好评。我是世倩牧师，也邀请你持续的来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时空胶囊里面，上帝的心意没有改变哦。我们明天见。